来自屏东嘉东的客家式画家张秀光，伊个会用鲜艳、用赞美笔法，用甲东西方的画图风格，用一层层呈上去的水彩，表现出工样的变化。也多年来，张秀光利用光彩做主题，创作出一系列的作品，对福建南清土楼到马祖群表街道，展现出起落的建筑智慧同人文风情，本人感觉如像很多的现场。你看啊，在西方绘画里面是不会有这些留白或者是山岚律动的趣味产生的，所以我的画里面都带了非常多的一个东方的意境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个哈，因为它这个楼叫做东岛西协800年，听说它就是有800年的历史。日青色彩画出福建南前铁柱界涂料景色，可以来摸摸又动又现推感。张秀光用水彩记录客家建筑嘅智慧。空气也真好，冬天的人也真亲切吼。嗰时咱去参观的时候，你感觉哦，亲像鬼都七家不卡样的吼，天咧感觉你好哦，我一天将一个地方挖过来。用水墨笔法感染西法老规划风格，透過深刻嘅現場觀察，國家自家嘅情感，用溜劣嘅筆法畫出豐富嘅色彩，留客家塗料就嚟難為之中嘅詮釋。也呢變風險咧，我哋當做一個藝術創作嘅造型，一個元素我想講也個睇山地杯，像我哋世界一個桃花源樣以後，嗰時候我要比有一道角度一樣呢比較。幻想的色彩的底部啦，中国绘画的背景绝对不会是黑的，黑的地方一定是中国绘画的前景，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压深，所以这个地方会往前带，往前带的同时呢，这个景我会把它推到中间的层次，所以会变成前景、中景、远景。好，那为了要馬祖群表嘅整體風光，喺張秀光嘅筆下，美如風浪漫嘅氣來。東北用工讓對比老色彩挑火，畫出歷史嘅痕跡。都希望講一個地方是一個個集中嘅焦距嘅地方吼，嗰時候再提墨筆個清出來，光個清出來，一個地方我都提墨個大方的吼，用渲染的方法來表現一個戰地以前戰地嘅一個景象。看起来的感觉很舒服，然后想不到说哦，原来这样子，它可以用这么多的色彩去呈现一个景色，那让我觉得蛮惊讶的。每一幅作品都是很经典，也很棒，然后会让人看了就觉得很想到这个地方走一走，然后甚至觉得这个地方画的可能实在太美了，然后那种意境还有远近都抓得好好。張秀光係偏東嘉東行業，屋下係鋼鐵嘅，種下嘅自然景觀，佢接上到做當全劇嘅感圖。我萬世吼，喺那睇屏東嘅鄉下吼，那讀書後以後吼，下課嘅時候去種牛嘅，而且係因為種牛如果要同大自然接近吼，我到都睇上過，哇，有個風景清靜咧，不過也係唔曉得畫圖。不過藝術界人最近點下去。貴中美術課開始接觸畫圖，高中嘅出嘅題為同美術課，不過阿爸實未少。爸爸講畫圖冇關係，你將來要潛落頭路做，我想講唔怕啦，有興趣就好誒。除安樣，讀睇高中美術課，專責學搞藝術呢，畢業過後就嚟10年專業經驗。張秀光嘅田理開讀西班牙同藝術，加了時嘅自己35歲。像我哋個流淌過畢卡索、巴黎，也都仲係西班牙人。嗰時候我哋喺西班牙嗰度人嘅藝術大師，我想講佢嘅應該是喺學習到嗰度西方藝術嘅精髓。用了5年時間拿到碩士博士學位，40歲轉到台灣，第一段期間佢咪學到當到。嗰度我竟然
老人嚟講，東方人嘅藝術吼真好，毋過我睇想法是講，我哋來澳洲學習吼是學好嘅精神，過來幫我哋東方嘅藝術變得更好。嗰時候我一喺度睇想講，我畫嘅圖唔係像西方人畫嘅圖按年嘅西方。行自家嘅路，天天嘅行出自家嘅風景，層層貼貼嘅色彩當中，就令自家嘅堅持。以前喺西班牙讀書嘅時候，我感覺拿毛筆來畫水彩真好。因為嗰度我嘅朋友吼，仲要真好奇講，拿嘛個筆啊？我講毛筆啊，仲記得毛筆。哦，講啊，同人哋畫水彩毛筆冇共用咧。我講當然冇共用，因為仲記得毛筆係中國文化真重要嘅一部分。佢從事成種嘅片段，老西班牙強弱都係熱透嘅國土。按當一類，將佢講出入光彩做主題，創作出人類嘅畫作。光亮溫暖嘅畫風，絕不獨有帶領動心嘅感情，將令畫筆揮灑出奔放嘅生命力。